屏东县政府出版一本《红姨甲因的产地》，内底记录44个原住民红姨的故事哦，要让民众来了解红姨伫部落的介绍甲功能。有立委嘛望讲，争取原住民的红姨会当有国家级的文字身份。透过歌声引带大家进入原住民的部落，刷落来红姨开始进行祈福仪式。屏东县府原民处伫今年4月展出屏东红姨文化的特点，记录44名红姨的生命故事。县府即马阁将展览内容出版成专册。其实布林冈的语言不是只有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语言，其实我们还有跟灵界的语言，所以在于学习跟传承的部分非常困难，而且每一个布林冈的故事都不一样。因为每一个部落的文化本来就不一样，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书籍，可以让更多人去认识我们。这本《红姨甲因的产地》册，写着44位原住民红姨的故事，内容保存着展览图文和课程记录，而且现场阁有甲展览中母母的祝福做成44张牌仔，互原住民祖先的智慧会当传承予后一辈族人。现场足侪红姨推广者拢表示感谢县府重视。希望这本册让更加多人认识原住民红姨文化。这是一个不容易展示出来的区块，因为在灵媒的这个区块是很保守的，很难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把它推出来做。这一次的展场，县长周春美讲，感谢参加展览的红姨，愿意把生命故事分享给社会大众。透过册和文字记录，红姨文化就有机会走入国际和全世界分享。原住民立委伍丽华嘛表示，希望争取红姨国家层级的民主身份，有认证的制度，会使让文化搁传承落去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